为这里啊，这里哪里？什么？哎，南阳你家来着？那你我去干么子？是啊，他们在那里就跟人家说了。对呀，你用了这个。啊，我妈自己留下了，等下一个人家说这行没呢？啊，当然没有的，这个比买就几年不走了，这个为什么看的？理由来了。